MIC 居屋採用預製組件，廚房、廁所間隔同埋門口唔可以改動，但又想改善開門見廁嘅問題，可以點做？另外呢個亦都係一房變兩房嘅方案，可以俾大家參考下。呢個340尺一房 MIC 居屋，廁所位於全屋嘅中間，廁所門對正大門，而且一開門就見到馬桶。首先，為咗減輕廁所門對正大門嘅感覺，我哋採用暗門嘅做法，再輕輕將廁所門嘅角度改變，連同門旁邊設計一致嘅高身櫃，大大減輕廁所門嘅存在感。高身櫃亦都係一個屏風作用，阻擋視線由大門外直接望入屋內。另外，我哋都將馬桶同企缸位置對調，避免開門直視馬桶。全屋地板嘅鋪法會跟從廁所門嘅斜度平衡鋪排，統一視覺，減少雜亂感覺。廚房嘅設計風格帶有復古元素，透過六角形瓷磚同埋淺藍色調，營造出趣味及清新氛圍。L 型櫥櫃設計用盡所有空間，亦都可以將洗衣機收入地櫃裡面，雪櫃就放喺大門同廚房門中間。大門口左邊係一排大型儲物櫃，係客飯廳主要嘅收納空間。儲物櫃裡面預留咗位置擺放摺疊餐台椅，增加咗空間靈活度。成個客飯廳嘅設計風格係日式簡約風，以暖色調為主，包括淺木色、米白色同灰色等簡約元素。梳化背牆使用咗硅藻土塗料，佢嘅吸濕功能非常適合香港潮濕嘅環境，而且佢獨特嘅紋理可以裝飾牆身。客飯廳嘅燈光設計考慮咗唔同場景嘅需求，加設咗燈槽同埋使用咗可以調整方向嘅路軌燈，增加空間靈活性。電視特色牆係弧形設計，電視地櫃連接睡房嘅儲物地台同樣採用弧形設計，令到空間感覺和諧統一。兩間睡房都設置喺後半部分，傳統間牆嘅做法會阻擋陽光注入客飯廳，形成客廳，所以客房使用咗玻璃門同玻璃牆身，部分牆身向後移動，騰出空間作為主人房嘅入口，主人房就可以保留高度私隱。每個睡房都有高身衣櫃，加埋儲物地台，儲物空間非常充足。而且兩間睡房用咗間牆櫃去間隔，用盡每一寸空間。主人房床頭有一個弧形嘅床頭板，加埋燈帶，令到睡房氣氛變得柔和。粉紅色書枱同時都係床頭櫃，枱面入邊有一塊可以伸縮嘅鏡，唔用嘅時候可以隱藏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設計分享，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。最後大家記得讚好同訂閱我哋嘅 channel啊！